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紅樓密碼之飾演紅樓夢》第125集。我哋成日聽人講咧話，哇，好似入咗大觀園咁啊！其實意思咧係指咧去到一個咧令你大開眼界嘅地方啊。而大觀園呢3個字咧就係嚟自《紅樓夢》呢本小説嘅。大觀園咧係小説入邊咧其中一個咧非常之重要嘅場景啊。佢其實咧係賈家咧府邸入邊咧其中一個延伸出嚟嘅莊園。原本咧係要嚟咧接待咧賈貴妃啊，即係嫁咗入皇宮做貴妃嘅賈家大小姐去翻屋企探親啦。賈家咧就於是咧大興土木咧興建咗咧一座咧非常之宏偉宏大嘅莊園，叫做大觀園咧，去接待咧賈貴妃嘅。之後咧大觀園咧就成為咗小説入邊幾個主角，包括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同埋賈家幾位千金居住嘅地方啦。而亦都喺度咧佢哋嘅恩怨情仇咧，亦都咧主要咧係發生喺大觀園呢個地方嘅噃。大觀園咧之所以咧係咁經典，要特別拎出嚟講咧，事關咧作者曹雪芹咧竟然咧係用咗咧超過1萬字去咧嚟到咧係寫呢一座咧大觀園嘅嗰種大氣啦、精緻啦、華麗同埋奢華嘅建築風格同埋氣派，嗰種咧嘅詳盡嘅描寫啦，嗰種咧嘅精緻刻畫咧，可以話咧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令到咧讀者咧就好似置身咧眼前咧真係有一座咧宏偉嘅莊園一樣啊，非常之咁生動啊！因此咧就成為咗好多咧紅學家咧研究嘅對象啦。佢哋研究咧到底大觀園係真有其事，定係作者咧憑空想像出嚟嘅咧？一般嘅大部分嘅學者咧一致認為咧係咧真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地方嘅，即係話咧作者咧係有參考嘅藍本嘅。而唔係咧憑空想像出嚟嘅噃，係應該咧係真有其源嘅。咁到底曹雪芹係參考邊一個嘅宏大嘅建築群嘅咧？有幾個可能啦。有人咧話咧係參考咧康熙朝時候咧起嘅圓明園啦，亦都有人話咧係參考乾隆年間大貪官和珅嘅住嘅府邸啊，後來咧即係成為咗恭親王府。亦都有人學者咧係認為咧係大觀園嘅藍本咧，其實咧係作者曹雪芹嘅屋企喺未抄家之前咧係江南嘅呢個曹家嘅。咁就大多數學者咧認為咧後者即係第三個可能咧嗰個可能性係較大啦，亦即係咧係曹家喺仲喺江南做緊江南織造時候嘅曹家嘅府邸啊。而呢個府邸咧喺曹家咧係被敗落之後咧，就落咗咧下一任江寧織造一個叫做徐克德嘅官員嘅手入邊啊。之後咧就改咗名叫做徐園，徐係追隨嗰個徐啊。點解咧話咧第三個可能啦，即係話咧大觀園係嘅參考藍本咧係曹家原本咧居住嘅府邸咧嘅呼聲係最高咧。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咧，因為有咧一啲當時咧嘅一啲文嘅一啲咧文獻咧可以作為參考嘅喎，包括咧當時咧一個叫做富察明義佢所寫嘅一本咧書啊，叫做咧《綠煙鎖窗集》啊，入邊咧又提到咧，佢話曹雪芹所讚《紅樓夢》一部，避忌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造，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徐園故址啊。呢一個咧富察明義到底係乜家科咧？咁其實咧佢本身咧係曹雪芹嘅一啲好朋友嘅親戚嚟嘅，而呢個富察明義佢個堂姐夫咧同曹雪芹咧亦都係好有淵源嘅，所以咧學者咧認為咧佢所記載嘅事咧個可信性咧係較高嘅。其實咧呢個徐園咧即係大觀園嘅遺址啦，
所在嘅地方咧，而家咧已經不復見㗎啦，因為咧清朝時候咧已經咧係毀於係戰火嘅。而家咧佢嘅遺址咧，相信咧就係喺南京一個叫小倉山嘅地方嘅附近嘅。佢嘅遺址咧，而家咧已經起咗其他嘅建築物㗎啦。咁就嗱，但係咧，大家會唔會覺得咧，隨緣呢兩個字咧都幾熟口面喎？即使咧可能未睇過《紅樓夢》啦，或者都唔發覺咧自己咧對於《紅樓夢》咧大觀園入邊咧呢個地方咧有冇印象都好啦。對隨緣咧可能係有印象嘅，咁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嘅，因為咧隨緣咧呢個地方咧係幾經轉手之後咧，去到咧一個叫做袁枚一個清朝嘅才子手嗰度咧，俾佢買入咗嘅。而呢個袁枚咧，仲一住咗咧係幾十年嘅。袁枚咧仲用隨緣呢個名字咧寫咗兩本好出名嘅著作啊，一本叫《隨緣詩話》，一本咧叫做《隨緣隨筆》啊。尤其是後者即係《隨緣隨筆》咧，佢其中咧係有好多篇幅係寫清朝咧一啲嘅文人雅士嘅日常起居嘅。而家咧都仲時不時咧係有人咧係拎出嚟講嘅。好啦，嗱呢一集咧去到呢一度為止啦。又係俾多幾秒我哋先熄機啦。尤其是咧你對呢個頻道有興趣嘅話，請你咧幫我做個小動作。呢個小動作咧對我哋呢個頻道咧非常之有幫助嘅，就係咧用你小指頭按訂閱呢個掣，然之後撳埋側邊嘅鐘仔，因為你按訂閱代表你支持本頻道啊。然之後咧就幫我喺呢條片嗰度咧係俾個 like 啦，然之後咧最好將呢條片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嘅。多謝收睇，拜拜。